娛樂花生堂咧，要再度講一啲開心事俾大家聽啦。呢度係阿佬啊，咁咧就37歲嘅劉俊謙啊，同31歲嘅蔡思韻咧，已經喺10月14日星期二嘅時候咧，已經結為夫婦啊。咁啊，恭喜晒佢哋先。咁咧，佢哋就宣布 Thank you God for loving us，我們結婚啦。咁亦都咧上載咗喺日本輕井澤拍低嘅結婚照，非常之靚。咁啊，獲網民咧好多送上祝福。咁喺度咧，阿佬都要一齊送上祝福俾佢哋兩位先。咁咧，我就覺得佢哋兩個非常之襯嘅。咁啊，講翻佢哋點樣認識啊？劉俊謙同埋蔡思韻咧，就喺2019年咧拍呢個電影咧《幻愛》嗰陣時咧，大家入邊喺個角色入邊咧就撻着咗。咁啊，不經不覺就拍咗6年拖啦。今年咧10月14日咧就係終於咧可以拉埋天窗啦。咁樣唔係淨係香港咧同埋台灣嘅媒體報道啊，因為咧蔡思韻咧喺台灣嗰邊咧都係比較上啦係多啲關注嘅，所以香港同台灣咧都有關注佢哋嘅新聞。咁而日本媒體咧，大家唔好忘記劉俊謙咧之前喺呢個九龍寨城寨之圍城咧飾演信一呢個角色咧非常之即係演出得出色嘅，所以咧日本嗰方面咧都有報道佢哋呢樣嘢。咁另外咧，劉俊謙咧亦都科拍過吳允龍咧拍嘅港片《武剃道》，早前亦都喺日本上映啊。所以咧喺日本方面嚟講咧，劉俊謙都係一個非常之靚仔啊，或者好多人愛惜嘅一個男明星。咁啊，當然啦，有人開心啊，有人愁。喺賓信咧呢個結婚嘅喜訊咧曝光之後咧，有好多 fans 啊大喊咧失戀啊。點解啊？因為咧冇咗劉太個位置啊。咁啊，當然啦，佢哋講笑咁講嘅啫。佢哋咧都係祝福咧佢哋自己心儀嘅一啲明星啊、藝人咧得到佢哋嘅幸福。咁呢個先係做一個 fans 嘅最基本嘅責任或者叫做義務。咁喺度咧再次祝佢哋咧兩位就開開心心愉快生活。咁我哋咧繼續日後報道劉俊謙同埋劉太蔡思韻嘅其他情況俾大家聽。呢度係娛樂花生堂，我係阿佬，多謝晒大家收聽收睇。中意嘅話可以俾翻個 like 同埋咧訂閱翻，撳翻個鐘仔免費訂閱嘅，多謝晒大家，拜拜。